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婚林西地复兴宫过年推出着太平马的红仔，甲光明顶造型的抱枕抱枕。这个创意结合着传统文化，要来传送着妈祖的祝福。 桌顶这古锥红仔是今年西地复兴宫，佮一摆和台湾宝儿合作推出的太平马新做工战队，包含5大新名角色，每一回拢有戏祝贺喊喜。同时庙方嘛推出太平马枕头，互民众提转去厝里倒咧，规年烫天无烦无恼，食甲也不倒。我手顶这个宫顶的抱枕，咱的含义就用伊啦，用高枕无忧。初一开庙门卖发送9999个美金红包，庙方嘛邀请民众来复兴宫感受新年的烧热气氛。举办全国乡亲，大家信徒小小来妈祖经，为太平马琐碎团圆。 欢迎民众过年时节来西地赏花灯，试一手气，看敢会当将太平马新做工战队抓着转去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